韩市长，这市长无偌久尔，伊若想袂到讲做文化一单，人就甲伊换掉啦。所以讲咱今仔日做大官啦，做啥物，有哪有欢喜呢？哪一天咱若看咱电视甲咱拼起来就拼起来呢。所以这个叫做无常。那感情呢，嘛是共款啊。今仔好朋友，无一定明仔载阁是好朋友呢。今仔日是你的爱人，明仔载嘛无一定是你的爱人呢。随时都会在变化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以前是足好的朋友，就因为一点点小事情，我嘛想袂到，从此就不会联络。中暑所以我嘛莫名其妙讲哎呦，人的感情较这样脆弱啊，经不起考验。一点点无顺心尔，无顺意尔，安尼就甲你切割了。所以感情也是很无常的。所以男女之间嘛是同款啊，所以要